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幼稚园，上在都咧发生着不当管教的事件。若是想要了解囡仔伫幼稚园的状况，但是佫拄着幼稚园无爱配合，无愿意来提供着监视器的画面，甚至以监视器害器来做借口，安尼要安怎才好咧？台南市社会局伫全台湾找大生来安一套系统，会当甲公图幼稚园逐工的画面全部即时回传，安尼一个有状况就会当马上稽查。今年9月，一个查甫囡仔捡拖咧行。同款今年2月，掠查某囡仔的手，甲伊摔出去。过去年1月，这间查某老师出来有查甫囡仔的手骨，甲伊拖出去教室路口。这几间防指控管教无好的幼稚园，拢发生伫咧台南。面对可多囡仔无好好照顾的事件一直传，这个拢是有画面会当证明。若是无监视器的画面，或者是挑工创证据，囡仔互欺负，谁会当知影？全部的监视器画面摆做伙，囡仔活动的所在拢会当翕袂到。台南市是全台湾决定要安尼做，甲6间公共幼稚园的监视器画面随传统去市府，录影资料会保存30天，互社会局会当随检压。若是无好好管教，得随去调查。家长可能希望可以看到档案，或是有一些争议的时候，我们希望可以厘清一些问题。那我们就想到说，是不是用一个云端的监视系统？即马有89间私立幼稚园中心都好监视器，等系统做连线，互囡仔受教的画面会当保存落来。对家长啊，还是老师，双方都各有保障。不过，进前就正派幼稚园老师去议场关心，反对公私立幼稚园全面到监视器。社会局试推测效果啥款？安尼全面监控，敢会有问题？会阁继续观察。